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难道糊涂又在？难道糊涂山在？又在山在？风花日月天地转，人天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也不知道他们谈的怎么样啊。是啊，这么久了也该回来了。你说是？哎，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哥，怎么样了？哎，怎么？这给钱也不行啊？哎，红月楼这样的地方，难得有一个有相貌又有才气的女子。没办法呀。四姨，您找我？管家，你赶快去给我准备一份厚礼，我今天得亲自跑一趟。四姨，您这是？你没看见那些人把马氏兄弟都请出来了？老娘我不得不防啊！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去找马老爷，马通判。是。来看你这个老相好的呗，就是，都是为大人办要紧的事儿。哎，你这四爷还有这个花样子，真是的。来，咱们开戏。哟，四姨。
哟，马大人，我说你捐了个官就不认识我胡四姨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四姨，你能不能饶了我呀？我这官当的就够难的了。你看，成天忙着不着家，这刚一回来，你就跟着来了。哟，这马大人还是那么爱说谎啊！外面的评弹还没唱完呢，你以为我耳朵聋是不是？好，我说不过你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四姨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老爷当了官儿，别把这老相好给忘了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这你要干什么？你要让我这闹翻了天呐！哟，你还有怕的？哼！听说你满世界要讨个小的来伺候你，这你就不怕了？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这是两回事儿，那是明媒正娶的，哪像我们两个？像什么？像什么？啊？今儿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这我看你也是个盲人，看你这样子，莫非有什么急事儿不成？哎，就让我这么站着说话不成？哎呦，这对，上茶。司仪，您请。我听说你马大人要找个小的来伺候着，可如今你马大人是扬州城里的大官了，就凭你这个身份，怎么也得找个体面的人来做陪衬，是不是？你瞧你娶的那些妻妾，哎呦！你说，你这话我爱听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可心的。事情我都替你张罗好了，只要你点个头就行了。老爷，四姨请用茶。老爷请用茶。说，快说。这姑娘嘛，真是千里挑一，万里难寻呐。你要是见了，你的魂儿啊，保准给她勾了去了。哎呀，你少说点行不行？人呢？这姑娘在哪儿？这件事儿啊，由我来穿针引线。不过你得应我一件事儿。说，应你什么事儿？那歌舞坊不是你马大人管吗？你呀，找个茬儿，把红月楼隔壁的牡丹院给我封了，那里边的好姑娘全都归我，怎么样？哎，四姨，你走什么嘛？我不走，你的心思没在我这儿，我坐这儿干什么？哎呦，谁说的？我这不是正琢磨着该怎么下手呢吗？你以为官场上的事儿说干什么就干什么？那你呀，现在就说一句，应还是不应？应。现在你该说了吧？这女子啊，可是扬州城最有名的大才女了。她的表兄是扬州城最有名的大画师郑板桥啊！太好了，太妙了！这大画师不就成了我家的大轿子了吗？是。我家的书画再也不用去求人了。四爷，何时给我定这门亲事啊？你呀，把牡丹院给我封了，我立马就去。哎，我明天就跟你一起去。牡丹院的事包在我身上还不行吗？你马大人说话可要算数啊，别净说你那些屁话。哎呦，你看你这话说的多难听啊！当官的就得有个当官的样，都是屁话，这官谁还信呢？对不对？好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明天一早我就出城，这回你满意了吧？等等，四爷，这事儿我要亲自去。让你去到了。哎，各位啊，我不去。你怎么走？你可能走啊！你看这地方阴气太重了。这是歌舞坊，又不是逛窑子。走吧，王夫子，你就放心，今天的事儿我们绝不让你老知道。王兄，今天是谁做东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错了，是黄慎，他邀大家来看看梅子。你临阵脱逃，不是服了皇兄的面子吗？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来，快走，大家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上来，上来，快走，人家上去吧，什么不去？慢一点，不去，走吧，走，带走，带走，快走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！各位画师，哎呦，是哪阵风把您们给吹来了？哎呀，稀客稀客，快请，各位请。哎，各位请，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各位，哎，走，往里面请。走。哎，走，请啊！各位画师，请啊！这地方。请各位画师，请请上面。请，上场。来了。各位画师，今天是来观舞呢，还是来听小曲儿？还是招呼哪位小姐作陪呀？听说贵院新来了一位叫梅子的姑娘，我们呢想听听她的弹唱。是这个。先生，请喝茶。其他姑娘都行，唯独她。怎么？这大掌柜的不在，这小的做不了主啊。你们这可真奇怪，大掌柜的不在，我们这么多人就算白来了。以后你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你放心，这点钱我们还是出得起的。这样吧，反正胡四姨一会儿半会儿也回不来，那么各位请跟我来，请吧。走。请。这边走。王老爷，你快看谁来看你来了？四姨，你怎么有空来了？马大人来看你来了。马大人有失远迎。您请。好。您请。姨姐，有贵客来了，赶快上茶。马大人请。好。马大人。哎呀，马大人您请坐。四姨请坐。都是自家人，越随便越好啊。四姨，这他说是一家人，那就是一家人了，是吧，大人？姨姐，快给马大人、胡四姨上茶。哎呀，姨姐真是美若天仙，阅历嫦娥呀！先生，请用茶。姨姐，这件衣服真好看啊，是你自己做的？啊？哎呀，姨姐生气的时候都是这么妙不可言。大人别见怪，小女生让我给惯坏了。不，你不懂，我喜欢她，我就喜欢她这样。通判大人，还是我来说吧。对，你说啊。通判大人，通判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随便看看。哎呀，快谈正事儿啊！对，谈正事儿。
王老爷，我就直说了吧，马大人是百里挑一的，他相中了您的女儿王一姐，想收她做五姨太，银子您就别发愁，您看定金就这么多啊。王老爷，您看怎么样？这些画都是给你画的，我的画你也见过。这是我给你写的几个字。诸位大哥，哎，梅子，梅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梅子，梅子，我们大家该尽力的都尽力了。可我们都是一些平头百姓，没有办法马上把你救出来。皇上要我们同来做这些字画，我想这意思你一定明白。梅子记住了，梅子一定好好的活下去。花钱没能赎出你来，依我看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跑了。不行，前几天有个姐妹跑了，半途就给抓回来了，今天就卖给了人贩子。那他们不会逼你接客吧？他敢！大清律令严禁娼妓。他们要真是那么做，梅子，你一定要守住啊！对呀，梅子，要真是到了那一天，我们几个就是拼了性命也要保护你。诸位大哥，我给你们弹支曲子吧。老人家，那个教书先生郑板桥呢？哦，上午来了几个画画的朋友，好像是说进城去红月楼看一个刚来的梅子姑娘去了。这1000两银票，你先收下。哎呦，这个马大人实在是高攀了。这个行了，别这个那个，明天就到银库啊去提银子，错不了。快把你姑娘叫出来吧。女儿，一姐。一姐，人呢？一姐，他不在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他不在了。他又不是老鼠，怎么会不在了呢？啊！哎，找到了，他在那儿。哪儿呢？在哪儿啊？啊，他跑了，马大人。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这事儿好办呢，咱们价钱和王老爷都说好了，王老爷不会不认账的，是不是王老爷？是，马大人、四姨，你们先请回吧，等我女儿一回来，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。
啊？哎呀，马大人别着急，不就是晚2天吗？先回去。不行，我今天就要见他，否则我就不走了。哎呀，你不听马大人说了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你女儿找回来呀！是，马大人，司仪，你们在这等一会儿，我就去把我女儿找回来。是，快去呀！快去吧！哎呀，别着急啊，别生气。你在这好好看着。好嘞。哎，等等，有什么事啊？先生，请问刚才有一个姓郑的先生和几位秀才来看梅子姑娘吗？你找他有什么事啊？求求你了，麻烦您转告他，我是他表妹，我有急事找他，求您了。好啊，你等着啊。哎。请问郑先生是谁呀？啊，是我。你的表妹找你。在这儿。哎，你怎么了？表哥，怎么回事？走，咱们到那边去说啊，走。快说说什么事儿啊？我爹把我给卖了。啊？卖给谁了？卖给通判马三贵做武姨太。马大人和胡四姨还在我家等着呢。这个老色鬼，他都娶了媳妇了，还打你的主意？你这个爹呀，只认钱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那你先赌一赌吧。可我躲得了今天，躲不了明天呢。要不然，表哥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我。什么办法？现在只要有一个人能娶我，我就解脱了。现在，谁能娶你呢？你。我？表哥，我知道，我们从小两小无猜。你喜欢我，我也一直喜欢你，你说是吗？这可不是一码子事儿。纳表妹为妾，板桥不该有这非分之想啊。表哥，我这回不是因为别人逼我才求你娶我。我喜欢你，我愿意伺候你一辈子，就是粗茶淡饭，我也愿意。表哥，我愿意。表妹，你别说了。老人家，你看没看见有一个姑娘来过？她来过，刚刚找郑板桥去了。郑板桥？谢谢啊。表妹，表妹，你的情谊我终生不忘。不过，你还是先到我家躲躲吧，再想想办法吧，好吗？走吧。
请问郑板桥在不在？没有来啊。没来？一姐，你别难过了，我们会想办法的啊。你爹肯定得到处找你，要是不把你找着，那麻三贵死活不会离开你们家的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你赶快想个办法呀！想什么办法呀？姨父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？见钱眼开，那肯定是跟人家把话说绝了。要不麻三贵能赖着不走吗？那我怎么办呢？一姐，你别哭了，这哭也不是个办法。要不先把一姐带到我娘家，等过了这阵子再说啊。要不就去你们家吧，离这不过100里地，要走就赶紧走。可一姐人不在了，那守在王家的人怎么打发呢？那现在哪还来得及想这个呀？你们就赶紧走吧，这儿有我呢！啊，快点收拾东西，快点。咱们走。走。你们快走吧，要不然一会儿姨父就来了啊！路上小心一点啊！走吧，快走吧。站住！你干什么呢你？我你是哑巴呀？好，来，那走，你给我站这儿。四爷，他来了一个人。老爷，老爷，你看，来个人。我站着。他是谁呀？他只比划不说话呀，是个哑巴。哑巴？我哑巴干什么？王老抠呢？王老抠找的人呢？别急，他找个哑巴来，肯定有他的道理呗。过来。你干什么你？你说什么你？你干什么？快站远点，你别吓着我们老爷。他要干嘛呀？他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们家搞什么名堂呢？来呀！把他给我带走！行了，你快走吧你！走吧，说点什么呀？快走！一姐，板桥，你这个臭小子，把我女儿交出来！
家去了？哼，你就是到爷爷家去，我也得把你找回来。老爷，呀，老爷，来，喝点茶。老爷，好，老爷，那哑巴被小的绑在厨房里呢，等候您的处置。混账！那是我亲哥，我的贵客，还不好好伺候，好的吃好的住。要是出点差错，我拿你试问。是老爷。哎呦，大人，对不起啊，大人，刚才是我误会了，我这就给您解开。我这就解。对不起，大人，对不起。大人，来，您这边请。来，这边请。老爷吩咐我呀，要好好的招待您。刚才的事儿，您别见怪啊。您，来，请，来，吃。请用，请啊！是，对，哎呀，老爷，我这就滚，马上就滚，立刻就滚。哎，老爷，你带回一个哑巴来干什么呀？哎，怎么听老爷说是哥哥呀？老爷什么时候有个哥哥呀？老爷，有这么回事吗？我说你们能不能少问一点我的事儿？就是嘛，老爷有老爷的应酬，你们操心也操的不是地方啊。是吧，老爷？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吧。哎呀，你就别抽了，哑巴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你让我说我就说，那是我武姨太的亲哥哥。讨一个你们哭，我再讨一个你们还哭，讨老婆男人的事你们管得着吗？哎呀，老爷，您别发火嘛。你也不想一想，您多大岁数了，再找一个黄花闺女，你吃得消吗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老爷，您真是味道好的老爷好啊！您说要吃不消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坐着啊？来，消消气儿，看着您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两岸猿声啼不住。轻舟已过万重山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这回你们该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了吧？知道了。谁会答？老师是李府。小凤，你来回答。是
肚什么？肚子饿了，要吃饭。安静，安静！你们简直是瞎胡闹！哎呦，我的祖宗哎！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快跟我回去！哎呀，回去！哎呀，行了，你别比划了啊！跟我回去啊！怎么了？哎呀，先回去！管家，黄先生，咱们这儿怎么来个哑巴呀？嗨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哑巴可是个金贵的哑巴，他的妹子被咱们大人给看中了，他就跑了，大人就把他带来当人质。哦，还有人看不上我们家的老爷呀？哼，这可真新鲜。嗨，谁说不是呢？黄先生，您先忙着，我先带他走。哎，好，走吧。走吧！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哑巴，走吧！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走！知道不是这个哑巴。都给我坐好，守房的背后好好背诗啊！我去就来。来，那边，好，就搁这儿吧。哎，你们过来把这儿弄一下。好，哎，坐正了。好，对啊，放这儿。来，这儿。好。来，坐这儿。卢大人，有失远迎。哎，板桥和黄慎呢？他们怎么没有来？板桥到乡下去了，黄慎在教课，他们明天就会赶回来。好，那我就随便看看了。好，请。好。月冠，你们为我们扬州人做了一件大善事啊！大人过奖了。我指的不完全是这个，我指的是你们每年办的这个诗画展。哎，板桥、黄慎、金农、汪士慎、高翔，他们这些人的画都是靠你们介绍给世人的，他们的画是我们扬州的体面呐。来，好，大家随我来。请。好，把画打开。好，放平，好，小心一点。各位请看。各位知道这些画出自于谁的手笔吗？大人，这些画虽未留名，然以笔墨所向，这和我们扬州画派的风格竟是如此之相同啊！还请卢大人指教。马先生说得好啊，这些画的画师并非咱们扬州人，他出自福建安察使李玉红大人之四子李方英之手。这个李方英是江苏通州人士，即将随父进京候选。听说他在侍奉老母的10年中闭门习画，在他画室的四壁挂的全是咱们扬州画师的佳作呀。此番听说
我们在此有诗画展，所以专程送来4幅，以画会友啊。你们看看，我们扬州的画师当中，不是又多了一位身在闽南的同道中人吗？啊！哎呀，当年康熙皇帝南巡扬州，我们扬州竟然拿不出一幅像样的字画啊！还是天宁寺的石涛大师写了一首迎驾诗，这才算勉强应付过去。而今天的扬州非昔日可比喽。要是今日乾隆皇帝如若临驾扬州，我们有板桥的兰竹、金农的人物，黄胜的山水，汪士燮的梅花，还有高翔的七书，对，还多了一位李方英啊。一批大画师的精湛之作，定能让老佛爷龙颜大悦、心花怒放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说得好。陆大人，陆大人，陆大人呢？皇上，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出了何事这般惊慌啊？板桥被马三桂大人给当做人质扣起来了。什么？说说怎么回事？通判大人马三桂，他不知怎么着就看上了板桥的表妹，由胡四义出面把她买下，要当做武姨太，可他表妹却从家中逃跑了。马三桂没有抓到板桥的表妹，就把板桥给抓到府上去了。怎么说，板桥一定是卷入其中了。好，我听说板桥和他表妹的感情非同一般，他们没有婚配，是因为女方的爹嫌板桥家境贫寒。卢大人，问题是板桥正在装聋作哑，如果您再不出面的话，万一被马三桂给看出了破绽，肯定就要罪上加罪啊。是啊，卢大人，这事儿不能操之过急。马三桂能够捐得扬州府的通判，这背后是有来头的。要想救出板桥的表妹，必须斟酌行事。皇婶，你先回去，我一会儿就到。我们要见机行事。我想我们应该这样。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有缘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。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不怕风吹落离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春去秋来有机会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